要喺寸金尺土嘅香港做地產霸王，唔一定要去官地拍賣舉牌。四叔李兆基最神乎其技嘅絕招就係拼樓。面對漫天殺價嘅釘子戶、複雜嘅業權，甚至要幫業主個仔砌埋名校學位先肯賣樓。四叔憑住永不扣減經紀佣金嘅信譽，同一買足5年的驚人耐性，將一間間舊樓拼成四面單邊嘅商業地王。究竟呢位地產神算係點樣將舊樓變黃金，拼出千億恒基帝國？李兆基博士傳記第4章成熟第2節3併樓行動神乎其技。1988年，收購舊樓及換地權益輸得來的土地籌備，恒基地產在香港地產界是無人能出其右的。而其實更有趣也更奇情曲折的爭取土地籌備手法，是李兆基一直主持兼堅持的併樓大行動。知道李兆基如何去把一層層、一幢幢的舊樓並湊成一個大地盤，拆遷改建成一大座巍峨的新廈，就會更清楚，也會更佩服李兆基為何可以穩坐香港地產大王的寶座了。幾十年來，李兆基併舊樓的行動無數，他習慣在市區看到最旺地點有什麼舊樓，就發散線報去調查該等樓宇的業主是誰。李兆基是兵強將勇的主帥，助他打贏一場併樓大戰役的不一定全是他集團內的全職職員，而其實大多都是在市場內有很多資料和消息的地產經紀。心甘情願地為李兆基效忠的經紀實在為數甚眾，主要是李兆基從不克扣軍糧。很多地產公司的老闆最捨不得就是經紀佣金，一幅地皮或一宗樓宇買賣，到最終講成價了，那些老闆就會對經紀說，對方不肯減價，那就減你的經紀佣金吧，否則就不成交啦。他們就是拿準了經紀，寧願少拿佣金，也比做不成生意好的心理，佔他們的便宜。李兆基除了待人忠厚、不忍心刻薄之外，他其實相當聰明，明白到現代企業要成功要靠資訊，而消息門路是一種有價服務。為此，市場上有什麼好貨色，地產經紀都會在第一時間就通知李兆基。於是，在那個好地點的舊樓一有出讓，立刻就有盤口放在他的辦公桌上。併樓毫不簡單，而且是極其艱辛勞累的一回事。要同時成功的向很多個業主收購物業，才可以併成一整幢來改建。只要其中一個單位的業主搖頭說個不字，就會令整個併樓計劃功虧一簣。市場上還有一些人專門吃夾棍，也可以說是打柳釘。那就是說，有些市場中人知悉恒基正在某地方併樓時，他們會千方百計的捷足先登，在那目的物業內先搶購一個單位，活脫脫像在牆上打了一口釘似的。要除去這口眼中釘，就是他們開天殺價的時候了。李兆基的營商手法是只看大數，如果計過有盈利，他不介意有多一個人分一杯羹。故而遇上這種打流釘的人倒是好辦，彼此講妥價錢就把問題解決了。但很多時要舊樓業主出讓物業的困難與麻煩，真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就以1988年3月份開始，恒地在電氣道、宏安道、單邊福蔭街、油街等地段的併樓為例，就可見李兆基的耐心、魄力與公道。首先，在1988年初，恒地留意到在雄安道1號至19號的業主有意思轉讓物業，但單要了這個地盤，改建面積還是不夠大。於是又繼續探聽在宏安道21至27號的相連物業有沒有可能購入。這個物業正好是單邊，一旁是福蔭街，如果可以打通了，將來的樓宇就多一面單邊，好用好價得多。另外，樓面面積的倍數也可增加。其中一個單位的物業是夫妻聯名的，那位太太說，
賣價雖然好，但不能為了錢而連累我兒子的學業。原來業主的獨子在附近一間名校就讀，如果搬了就影響他上學。故而除非恒基可以替他們的兒子覓到另外一間好學校，還要介紹他們在那附近買回一個好的住宅單位，他們才肯搬。向他們推薦新居，還比較易辦。要替孩子找學校，那就比較艱難啦。這件事當然不得不報告李兆基了。他聽了想一想，道：讓我試試吧。原來前些時候才有位老朋友搖電話來給李兆基，因為移民加拿大之後回流，女兒要當插班生，於是便拜託李兆基說：四哥，你人面廣，門路多，可否替我想辦法？李兆基聽後點點頭，便又為朋友四處張羅了。為了要使那個業主出售單位，李兆基對秘書說：我們又要找學校收小學生了。不過這回是收男生，不是收女生。難為日理萬機的億萬富豪，花費心機輾轉拜託，終於連學位和居所都給找齊了，才把那個舊樓單位買回來。這併樓的第一個階段歷時半年，算是完成啦。所併得的地盤已屬三面單邊，一共有15000尺。李兆基要善用資源，務必要將地盤伸展去電氣道，打成一大塊相連的地皮。將來興建的大廈正門在電氣道，樓價就非同凡響了。因為宏安道只能算是住宅用地，但電氣道則是大路，商業價值比較高。於是林高演聯同嚴平西、黎永堅等恒基大將，立即召集有關經紀，對準目標進發。總之是耐心地建一層買一層，務求要買得電氣道187、189、191、193共4間，以便該地盤能相連及打通。李兆基知道該電氣道4間物業乃屬一家中資地產公司，於是連忙請經紀跟他們商議。恒基用附近木星街2號至12號面積較大的恒基地盤跟對方交換，再補償了160餘萬元現金給中資地產公司，就達成了這宗交易。最後還要努力把其餘10間收購，才是完整無缺的一個大地盤。就在這最後一個併樓階段，所要面對的就已經有20個業主。只要每一個業主每日搖一個電話，談15分鐘的事情，當天就要應付20個電話，半天時間就沒有了。何況情況還是說有多複雜就有多複雜。除此之外，有些業主要求立即換樓，有得把恒地現有的出售物業陳列在對方跟前，努力推介；又有些要談補償裝修的細節，更有些物業的業主是第二代，牽涉到遺產問題等等。總之難題之多，有如天上繁星，天天都閃得人眼花繚亂、頭昏腦脹。最終以李兆基幾十年如一日的韌力，領導着一群併樓戰士，勇奪了這塊北角罕有的黃金地皮，合共28間舊樓，併成4面單邊，面積共有30055平方尺。整個收購過程自1988年3月至1993年1月，歷時4年零10個月的艱苦經營，少一點耐性，缺一點心思，也不可能完成。從這個共100多個業主的併樓例子，就知道李兆基的成功得來不易。恒地的併樓行動很多，每一次都是心機和血汗的累積，跟一般地產公司只研究自救一個大地盤，所要付出的是雲泥之別。恒地多年來絕少在政府的官地拍賣場合中出現，卻能夠佔領城內為數甚多的黃金地盤，依靠的就是乙種換地權益書和併樓行動。先前買入的宏安道原本是擬建住宅的，後來買入電氣道，因電氣道地點環境好，可合併改建為商業樓宇。同樣，恒基兆業買入謝斐道的一塊地皮，在併購過程中努力找到搭通洛克道的一個小地盤，連成一片，那麼就成了洛克道的物業，價格就比謝斐道高得多了。這跟在羅便臣道併樓，終於搭通了干德道，以干德道為新樓門牌是一樣的。
這樣整幢樓宇的價錢就攀升了。熟悉政府建樓條例的李兆基更加明白，一塊普通市區住宅地皮在沒有單邊時，建築比例可能只是8倍，但兩面單邊就可以增至9倍，三面單邊更是10倍。為此，能把一幅無單邊地皮向左右前後繼續努力，終成為三面單邊的話，等於平白多得2倍面積，故此併樓成功就可以獲得厚利。恒基兆業的出色併樓成績，近這10年還可以列舉的有餘下地盤，大部分是分層樓宇，每間由數個業主佔有，每幢由數十個業主佔有。香港區計有1噸宏安道共8間，面積8525平方尺；托洛克道與謝斐道共10間，面積8023平方尺；三碇沙華道共7間，面積9153平方尺；四台羅便臣道7間和幹德道1幢，面積26173平方尺；五七萬茂台共8間，面積13680平方尺；六處士美菲路共2幢，面積7395平方尺；七彩幹德道1幢和羅便臣道3間，面積34297平方尺；八菜德輔道西共7間，面積10333平方尺；九彩羅便臣道4間和西摩道2幢，共面積11215平方尺；十胎德輔道中共10間，面積8686平方尺；11蘇德輔道中及永樂街共15間，面積12968平方尺；十二屯宏安道和電氣道共28間，面積30053平方尺；十三胎西摩道2幢和4間，共面積17636平方尺；十四區石水渠街、大道東及太原街共29間，面積22728平方尺；十五餐英輝台共7間，面積11281平方尺；十六釵寶雲道2幢，面積47937平方尺；十七村春欣街共9間，面積9518平方尺；十八鶵渣華道共5間，面積7036平方尺；十九釵英皇道1幢，面積9120平方尺；二十十堅道及寶華街共8間，面積12818平方尺；二十一村麥當勞道1幢，面積10597平方尺；九龍區計有日論渡船街共10間，面積7399平方尺；二tuk興街2幢，面積10884平方尺；三昌華街及青山道共11間，面積11583平方尺；四睇南昌街的9間，面積共8625平方尺；五進棉登徑及白蘭軒道共15間，面積19013平方尺；六倉雙喜街1幢，面積10450平方尺；七叉太子道及景福街1幢，面積18050平方尺；八車大有街1幢，面積15400平方尺；新界區則有元朗大馬路共8間，面積7949平方尺。在香港是寸金尺土，因而李兆基是寸土必爭。哪怕是1寸土地，幾番心機和千百回的奔波與周轉，誰說億萬富豪的財富不是心血和勤勞的結晶？四、國內國外牛刀小試。1988年，恒基兆業每個月都有經理例會，在會上，同事最怕聽到李兆基提出在市場內有哪一家地產發展商的建築效率比恒基兆業快，而編考這些資料，李兆基都了如指掌。到如今都沒有人知道李兆基為什麼如此神通廣大，他完全知道業務上的各個對手的強弱之處。城內各大型樓宇落成的快慢，尤其在他洞悉之中。對集團公司角色的分配，李兆基亦作出了調整。他把恒發清晰地改為洋行式來經營，除既為控股公司外，並將收租物業撥進恒發，使得每年均有固定的經常性收益。這個調動無疑提高了恒發的市場地位。
李兆基相信香港有名企業的大行在今日之前是英姿獨領風騷，但在今日之後，由華人控股的行將在香港佔據領導地位，而且漸漸會令國際投資者矚目。事實上，香港華資企業家的卓越成績是有目共睹的。在50、60年代，菲律賓、印尼、新馬泰的華僑財富與成就都凌駕在香港人之上。但這個大勢在70年代已慢慢有所轉移，過渡到80年代，香港華資企業家的實力在亞洲已是聲勢顯赫，不容忽視的。一踏進90年代，香港富豪在相當穩健雄厚的底子下，財富與成就已能凌駕在菲律賓、印尼、新馬泰富豪之上。香港企業家叱咤風雲、顧盼生輝的時代已經開始了，因為他們不論財富累積、企業影響力、國際聲望等，都有足夠的條件在亞洲遙遙領先。立足香港，放眼世界，是李兆基事業發展的一貫宗旨。當香港的基礎穩定之後，不妨向周圍探索機會。但有一點是李兆基始終堅持的：香港之外的投資，除中國內地作另類處理之外，其餘地方小嘗即可，並無雷厲進攻的打算。故而，當一班談得來的商界友好如李嘉誠、鄭裕彤、邵逸夫、曹文錦、周文軒等請李兆基加盟，一起投資新加坡，興建規模龐大的會議展覽中心，李兆基也就欣然答允。通過一個投資去觀望當地的經濟發展，基本上是值得嘗試的。與友人攜手共事，三人行必有我師，更是很大的樂趣。李兆基是以輕鬆的心情、嚴謹的態度去參與新加坡的投資，而把更大的期望放在與霍英東合作的番禺投資之上。這個合作計劃的投資者，除了恒地和霍英東之外，還包括番禺市政府和廣東省政府。計劃是開發番禺的洛溪新城，大量建造合適當地人士用途的龐大住宅樓宇，當然還有商場鋪位納入長期的收租項目。整個投資計劃，李兆基交給他的親信林高演負責。投資中國地產的概念早就在李兆基心上。這次的計劃無疑比前些年投資花園酒店和中國酒店規模更大，並且更直接參與實際營運經銷工作。恒地看好大陸地產市場，因為中國人口共有12億，只要每日有50億個生產小時，就已是全球獨一無二的。估計內地發展至21世紀，國民經濟應可進入小康階段。若認為目前仍屬燒冷灶的階段，也是值得嘗試，因為可能發展的空間之大，可能回收盈利之豐，真是在世界其他各地所絕無僅有的。事實顯示，李兆基眼光獨到。恒地在1988年投資番禺洛溪新城1400萬元。恒地在1988年投資番禺1400萬元，實際的回籠盈利在1991年報728萬元，1992年報1170萬元，1993年報2槓550萬元，1994年報740萬元，1995年報456萬元，1996年報186萬元，合共5830萬元。而尚未發展的土地還有38萬餘平方米，容積率為1.8倍，可建樓面為735萬平方尺。恒地佔25%股權計，約值港幣8750萬元。未出售之住宅及商鋪，屬恒地名下的估值為3000萬元。此外，收租之地鋪物業共有20184平方米，收租商場物業又有16000平方米。恒地可以穩收2850萬元。投資該個地盤初期只為1400萬元，但自1988年至1996年，為期8年的時間，估約共賺1億4600萬元，能有10餘倍的利潤，可見適當的投資十分重要。5. 能征慣戰，舉重若輕。1989年，香港地產市道自1985年起回升，速度相當快。
自1987年底，雖因全球股災導致本城樓宇一度受挫，但只沉寂了一個時期，很快又復甦活躍起來。1989年的樓價較1984年時大約平均上升了約130%，4年平均售價以每平方尺計，港島住宅為1704元，九龍住宅為1407元，新界住宅為1310元。至於工廠大廈，平均售價則為1119元。甲級寫字樓之平均租金則徘徊在每平方尺30元左右。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不錯是給香港市道造成困擾。可是當時以為香港地產從此會一蹶不振，甚至認為會有一段長時期沉寂的人，最終都大跌眼鏡。是次的地產風潮只是一個極短時期，顯著的影響是使去勢甚速的1988年，樓宇炒風放緩下來，而實際樓價並沒有大跌。這顯示出香港人的經濟籌備相當穩健，每個手上有物業的家庭仍然有充足的融資以應付經濟風浪和不時之需。香港已經是一個商業成熟的城市，也因為戰後40年來經歷的波浪不少，有點見怪不怪，奇怪自敗。最重要的是，香港商界仍然凝聚了一群對中國政府和內地經濟信任的力量。於是1989年的地產不錯，在7月份反應最激烈，樓價下跌20%，之後就止跌回穩。到1989年底至1990年初就已有緩緩再升的跡象，因有1983年應付困境的經驗，這次的地產風潮對恒基兆業更是不成問題。本節到此為止，多謝觀賞。喜歡本節目朋友敬請 like 及 share。並請立即訂閱頻道，以免錯過其他精彩節目。